后来这个美国猪进口的问题继续来探烧，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嘛将做焦点。伊讲伊是靠老爸老母饲猪，才大汉甲读册，所以无可能会做一个决定去伤害全国7000户的饲猪户。这个昨日暗，甲全国饲猪协会代表开座谈会，嘛来强调讲，一定会来稳定猪肉绩效。讲100亿的基金若是无够，会甲行政院过来争取到100亿来帮助猪仔农。但是今仔日就广播节目反口径咯。讲毋是要另外过来摕100亿，是猪仔农若真正有需要，才做伙过来讨论。加上这个陈吉仲4年前甲4年后对3肉种的态度大无同，麻烦人客。另外，这个农委会嘛拍算要来制定条例，鼓励员工来检举，相关的当摕到罚款的20%。昨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甲猪农沟通后，认为100亿基金无够，会阁甲院长争取100亿，较无一天尔，伊的讲法有改变啊。他硬要再加100亿，然后100亿不够，然后再加100亿吗？你这是天女散花。那我答应下个礼拜就把这个方案再次找大家拍板定案以后，那我们就会提出来。我额外讲，我没有说要立刻再拿另外100亿。陈吉仲强调讲，毋是即马要提出另外100亿，是有需要会阁去争取。讲法有改变的，要外界质疑的，这个2016年农委会所做的3肉种健康风险影响地方是反对3肉种过4冬煞开放，那造成相关的一个莱克多巴胺的使用的这个成本跟没有使用差不了多少的时候，那当然美国农民那边使用的数量就减少，跟现在2020来比。陈吉仲认为讲，即卖时空环境无共款，美国的饲猪业者对莱克多巴胺的使用嘛减少到剩22%，因为就算开放美国猪进口，依然坚持国内禁用。另外，为了防止不肖业者无老实写猪肉产地，嘛将制定检举的机制，鼓励员工检举，相关会使摕到罚金的20%，好业者唔敢乌白来。